主后2023年1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的祝福。圣经咱做伙来读创世纪21章第1节到21节。上主照伊以前所讲的话，眷顾撒拉，实现伊对撒拉的应允。亚伯拉罕年老，到上帝对伊讲的日期，撒拉怀孕，甲伊生一个后生。亚伯拉罕甲撒拉为伊生的囝号名叫做以撒。以撒出世第8日，亚伯拉罕照上帝的命令，甲以撒行割礼。以撒出世的时，亚伯拉罕拄100岁。撒拉讲：上帝互我欢喜笑，所有听到我生囝的人，嘛会甲我做伙笑。佮讲，啥人会当事先甲亚伯拉罕讲，撒拉会互囡仔食呢？毋过伫亚伯拉罕年老的时，我甲伊生一个囝。囡仔渐渐大汉，就长年。以撒长年迄日，亚伯拉罕办桌请人客。有一日，撒拉看到埃及人夏甲的囝以实玛利伫甲伊的囝以撒滚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讲：着甲即个女婢甲伊的囝赶出去，因为女婢的囝袂当甲我的囝以撒做伙继承家业。这项代志，互亚伯拉罕非常苦恼，因为以实玛利嘛是伊的囝。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你毋通为着以实玛利甲你的女婢夏甲苦恼。撒拉对你讲的话，你着听，因为对以撒生的，才要称作你的后代。讲到你的女婢的囝以实玛利，我嘛要互伊成做一国，因为伊嘛是你生的。亚伯拉罕透早起来，摕饼甲一批地的水，互夏甲，下伫伊的肩头顶，叫伊甲囡仔拢出去。夏甲就出去，到别是巴的旷野煞迷路。批地内的水啉了，夏甲就将囡仔放伫细丛树骹，伊家己行离开，大约有射1支箭的远，甲囡仔相相对面坐地。伊讲：我毋甘看囡仔死。伊坐伫囡仔的对面，出声大啼哭。上帝听到囡仔的声，上帝的使者对天叫夏甲讲：夏甲，你是安怎咧？毋免惊，上帝已经听到囡仔在哭的声。起来，嘛甲你的囡仔抱起来，我要互伊成做大国。上帝开夏甲的目睭，伊就看到水井。夏甲去到井边，将批地入水入到满，搁互囡仔啉。上帝甲囡仔同在，伊渐渐大汉，住伫旷野，成做前后射箭的人。伊住伫巴兰的旷野，伊的老母对埃及甲伊娶一个某。以上。上主的祝福。上主不断重复强调，伊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除了土地以外，上重要的就是得囝儿的祝福。落尾，亚伯拉罕抱着家己的囝，是对撒拉所生的以撒。这段记载接续伫亚伯拉罕为阿比米勒祈祷，恢复伊的生育能力以后，这时上主偿款恢复撒拉的生育能力，互伊抱着生命中头一个亲生囝，互伊因为得到囝欢喜得笑。
以撒的名意思拄好是笑，总是即个互撒拉充满喜笑的开始，却也是家庭纷争的开始。因为伫以撒2年以后，撒拉开始担忧囡仔的继承权，伊无想要互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有机会分到财产，所以西人亚伯拉罕甲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。家产继承权的争夺战，伫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社会，差不多拢存在。伫耶稣的时代，也捌有人为着分家伙来找耶稣。伫咱现今所踮的世代，争夺家产的戏相款不断咧上演。所以，对撒拉为囡仔咧争取继承权、赶出夏甲母仔囝的代志，咱检察袂伤责怪。总是上主并无袂记得夏甲和以实玛利，伊无互因自生自灭，反倒是实践伊的应允，互以实玛利也成做大国，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囝。今仔日的经文搁一遍对应创世纪12章第19、16节，夏甲第一遍逃离的场景。迄时，上主爱夏甲转去女主人的身边，即时上主却爱亚伯拉罕照撒拉的话做，互夏甲母仔囝离开。当夏甲带以实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家庭，恢复自由身的时阵，意味伊的囝儿也必须要放弃继承权。经文描述夏甲伫别是巴的旷野迷路，对眼前的境况感觉哀伤，掠做已经走投无路，母仔囝2个人只有在等死。夏甲无想到，上主还看顾伊和囝儿，拄亲像伊以前所经历到的。上主搁再出现，互伊祝福的应允，将来以实玛利也要成做大国。后来，上主引带以实玛利伫巴兰的旷野大汉。夏甲为伊带埃及的女子做某，互伊成做另外一个民族的族长。咱看到夏甲搁一遍经历到上主的看顾。当夏甲因为绝望得哭的时，上主互伊悲伤盲目流目屎的目睭变光亮，看到一口救命的水井，互夏甲一个新方向。上主指引伊一条路，一条就算离开亚伯拉罕的家，犹原会当勇敢往前的活路。上主信守伊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实现伊的应允，祝福互亚伯拉罕的囝儿，包括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的介入，继承权的争论伫遮暂时和平落幕。日想，上主安慰绝望的母亲夏甲，对我有甚物意义，也是激励。我是毋是也捌陷入绝境的时，经验到上主亲自的解救？上主安慰绝望的母亲夏甲，对我有甚物意义，也是激励。我是毋是也捌陷入绝境的时，经验到上主的亲自解困？咱来祈祷，看顾人的主，感谢你不断向人显出你的慈爱。伫这新春初二转去后头厝的日子，我看到夏甲，
互女主人白铁，互丈夫放杀，你却看顾伊，成做伊诶倚靠甲帮赞。我相信你也必定看顾我，求你做我生命上大诶倚靠，奉主基督诶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